家好，我是 Lisa， 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聊聊车子的问题。娃娃 TV， 很多小娃娃都问我啊，在美国需要开车、需要买车吗？在我回答这个问题前，你要先搞清楚你住在哪里。如果你是住在那种像纽约或者是旧金山市这种地方的话，那你可能不太需要开车啦。这就像是你住在台北市的话，你可能不需要开车，但如果你住在花莲的话，你可能就会需要车了。我个人是觉得啦，在那种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很方便的城市，你有车反而还比较麻烦一点。像我在旧金山湾区就认识很多住在湾区，但是在旧金山市区里面上班的人，他们很多都会开车也有车，但是没有人愿意开车到旧金市去上班。他们要不是坐公司的接驳班车，不然就是把车开到附近的火车站去停，然后再坐火车去上班。那为什么他们不开车去呢？因为第一，旧金山不好停车，而且停车费又高；第二，在旧金山开车很危险，那边的人开车都横冲直撞的。你一不小心去被撞到，或者是撞到别人的话，你不仅要去修车，而且保险费还要涨，一点都不划算。所以很多人都宁愿坐车过去上班，也不愿意开车过去。那如果你是住在像我们这种旧金山湾区啊，或者是 LA 尔湾那边啊，或者是美国其他大众交通工具没有很方便的地方的话，那可能有车的话呢，会比较方便一点啦，不然可能就会像没有脚一样的，哪里都去不了。不过现在有 Uber 也算是还蛮方便的啦。说实话啦，我们湾区这个地方没有车也不至于到不方便啦，毕竟还有公车嘛。我们这里也不是那种没有公车的乡下地方，所以放心，没有车还是可以活得很好的。好，那我们旧金山湾区跟旧金山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这边停车很方便，而且大多数呢都是可以免费停车的。那旧金山市就不一样咯，他们那个地方呢路比较小条，停车位也比较少，而且到处都要停车费，就连在自己住家可能也没有什么位置可以停。我们湾区这边算是蛮大的，应该是说宽啦，很多房子外面的车道呢最少都可以停2台车，然后外面的路边呢也都可以24小时免费停。但旧金山就不一样哦，他们的房子呢都蛮小的，应该是说窄啦，但是可能深吧。他们的车道呢大概只能停下1台车而已，而且他们很多路边啊都会立一个牌子，说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可以停几个小时啊，或者是什么时候禁止停车。像我之前在旧金山跟人家 share house 的时候啊，他那个车道是房东在停的，那其他租客的车呢就只能停在路边。那我记得他那边好像是每个礼拜3的早上6点开始禁止停车，好像是政府要清扫街道之类的吧。所以每个礼拜3的早上6点，我们那边有开车的室友呢就要早起去移车，不然就会被开罚单。而那边很多公寓啊也都是没有付免费停车位的，如果你有需要停车位的话呢，你需要跟你的那个租屋公司去租那个停车位，那他们的停车费呢也都不太便宜。像我之前在 Berkeley 啊，我住的那个公寓，它的停车费呢1个月就要180块，平均1天6块钱左右。Berkeley 那个地方它也是蛮小的，没有什么停车位啦，不过它的大众运输工具算是还不错啦，我们有公车还有地铁，而且学生坐公车是完全免费的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有很多朋友他们会开车到 Berkeley 他们住的地方去停，然后在 Berkeley 的时候呢都坐公车，只有周末要回家或者是要去别的地方的时候才会开车。所以我觉得他们有点浪费钱啦，一个礼拜才开2次，那为什么要有车然后要租一个停车位把车子放在那里呢？反正他们有钱，我也不方便说什么啦。他们有车，我没车，我可以叫他们载我也不错啦。好，所以在美国要不要买车，要不要开车呢，是取决于你住的地方。如果你觉得大众运输工具还算方便的话呢，那你就不要开车，不然在大城市里塞车会很烦的。那如果你是住在那种大众运输工具没有很方便的乡村的话，那建议还是可以买个车啦，如果你会开车的话。而且美国的车算是蛮便宜的，买一台对自己的行动也比较方便一点。大家觉得呢？可以留言告诉我一下你的想法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或者是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一下订阅，然后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